麥兜喺公司做嘢一向好老實，唔多口，慢慢做，穩打穩紮。但係有個同事叫阿權成日鍾意玩佢，有時阿權會將啲文件嘅 page number 改咗，搞到麥兜交上嘅時候俾人鬧，點解唔啱？有時喺 pantry 扮幫佢斟咖啡，結果佢落咗勁多糖同鹽。最嚴重一次喺會議之前，阿權話呢份報告我幫你印好晒㗎啦，點知交到上去發現係舊版本。雖然麥兜唔出聲，但係心入邊其實好唔舒服，只係覺得算啦，做人低調啲，忍下就過㗎啦。直到有一日，阿權自己要負責一個大 presentation， 佢成日都唔認真，臨急抱佛腳，仲叫人幫手做 cover。到咗當日，投影機出現問題， USB 又讀唔到，臨場一片混亂。老細見到當場黑晒面，直頭叫佢第二日交辭職信。成個 office 嘅人睇到都心照不宣，冇人出聲，但係眼神好似喺度講抵你死啦。麥兜只係靜靜坐咗喺度，冇幸災樂禍，反而細聲對自己講：做人唔好成日整蠱人，因果報應真係快過你想象嘅。至於麥乜，依然冇回應，只係麥兜偶然見到佢出 Facebook 嘅 story， 喺度講小心行得正，影子都正嘅字句。唔知係咪巧合，但係麥兜心裏邊忍唔住都掛住佢。